来这件嘛是周刊的压料，讲台北市移交大队的队长高万益，过去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桂朝炎服务团队执行长。讲这个高万益唔若靠桂朝炎接到派任，甚至佫动用到人力帮桂朝炎来搬厝、助选，甚至来办庆生会，佫动用到公款买变送互家己，敢有影安尼咧？桂朝炎讲无这个代志，高万益嘛讲，迄拢是胡白讲的。赖西中头徛伫台北市议员桂朝炎的边仔，伊就是义消大队的大队长高万益，并且相片看起来交情袂歹。周刊写讲高万益这个大队长的职位，其实是透过桂朝炎斗相共敲出来。高万益其实已经有会啊，依照周刊伫写讲，2年前一位万华移交中队长升移交大队长时，发现讲已经满70岁，无符合规定。验过风声讲，台北市议员桂朝炎护航，时合市政府和这个高万益顺利接到派任。高雄大队定性讲，高万益65岁时入队符合条件。我不会去干涉人家选队长或副队长或什么。国高也没有用他的职务职权来压迫队员，都是他模糊事实乱讲的啦。是讲被指控的，佫唔安尼尔，除了动用移交的人力替这个桂朝炎助选搬厝以外。周刊嘛写讲，高万益不少动用公费，甲桂朝炎做生日，讲嘛捌用中队的公款做2块变送家己，有队员检举，验过副大队长是桂朝炎的爱兄，不了了之。我那不是为我，那是他们内部的庆生，我没有人了。我的庆生就是议会大家帮我庆生。我是因为有一天活动我去的时候，然后人家跟我讲说，我哥是副大，我才知道哈，他是副大。都是乱讲啦，要掩盖他犯罪的事实啦。桂朝炎、高万益2个人拢无承认，因无希望讲好这个争议继续扩大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